南科 FG 的区段征收进展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那么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全程资讯公开透明，那照顾到民众的权益啊。那所以呢，全区100公顷里面，大概有61公顷呢是我们的住宅区跟商业区，可以为南科的科技人、南科的就业人口提供居住使用的住宅使用的土地。那另外呢，也解决了南科长期以来缺乏大型商业用地可以招商的这个问题。那30几公顷的公共设施里面，我们开辟了道路，还有公园。那其中呢，公治7跟公治8两个大型的公园，它有兼做滞洪池使用的功能，可以吸收地表的径流，让这个全区都不淹水，并且呢，也建置抽水站，那容纳了大概75000方的这个蓄水量。那这边的公共设施，我们也建置了特色公园让民众可以来这边休憩。危险较大的所在，这过去也是一片农地啦吼。这厝安尼建设者，然后大部分区拢喺阮南管理内底啦吼。开发起来以后吼，对阮地方的发展吼，会非常的有足大的帮助啦吼。嘛，选成咯，大家吼以后对这生活机能好的时阵吼，带咱留咱地方的人才啦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钱财，关注台南市南科特地区开发区块 FG 区段征收工程顺利竣工启用。那完成这个区段征收，总共有100公顷，中间包含住宅区跟商业区，全部都是精华区。那可以提供来南科就业、生活或周边的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也可以宜居的一个好的环境。那这54公顷的住宅区可以容纳将近15000人，让很多这个朋友在南科找到他的家。那未来的发展无可限量。那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什么里程碑呢？对地上物征收补偿没有意义，对于土地分配没有意义，那减少了很多过去土地重划也好、区段征收也好的一个纠纷跟诉讼，创造一个100%完美的记录。那我相信在全国各地的区段征收跟都市计划啦、都更啦，或者是土地重划，一个100分的例子哈。所以说南科土地区段征收 FG 区是100%完美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例子能够持续推广在许多公共建设跟公用土地的取得方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带给南科的发展画下一个新的里程碑。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1月2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0121大地震造成台南南西有这等所在受灾严重，虽然市府全力协助灾民安置甲厝体鉴定，不过因为无动用0206赈灾存12亿的补助款，加上所有财损中建受害标准拢是比较高同情，互议会国民党团强烈呼吁，补助一定要提悬，唔通甲灾民斤斤计较，互因好过年。0212地震，予台南南西玉井等所在受损严重。虽然市府第一时间全力投入灾民安置甲厝体鉴定，不过因为后续围楼的拆除中建甲修护补助等相关补助金，拢是比较0206地震标准。毛议会国民党团这成员拢出席替灾民发声，强调咱0206的善款要12亿，要求补助一定要提高，唔通即时各甲灾民斤斤计较。现在我们的上款还有12亿多，那我想不能再以0206的补助方式来做补助，整个物价、整个建筑的那个成本都提升啊。面对天灾地变，各个中央来看灾以后，却无任何实际补助，党团嘛不满，表达遗憾。你总统不爱走，我国民党台南市党团来走，为什么台南市党团来走？我们来帮忙募款，你不会觉得这种政府还要人民支持他吗？灾区变成这样子，变成政府不帮忙。行政院长来这行的，贵国民你也行的，看的，作秀。没有
任何意向的有贡献的，都起来行行。你现在是要当行政院啊？给那个教育部的部分，给那个学校的部分，有核定2000万。秘书长会长答应为留中建修好经验，敢会提高将交予重大灾害专户委员会讨论，依照实际红黄单的估计来检讨。对此，蓝营表示，政府做未到的，因会斗无看，并且伫25号下晡送向前吉祥的碗粿到灾区。提高补助金额，落实送爱到灾区。台湾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中甲宽屏三馆王双主车回馈社区，带领台南在地学生、人脉媒体，今年寒假迎来头一场参访活动。华社文教机构小小主办营，总共32名学生，对小学2年到6年，甚至高中生拢参加。除了介绍有线电视、摄影屏设备，同时予学生坐上主播台体验报新闻。寒假来临，由着华声文教机构举办的美式多人式电视台摄影棚的参访活动，23号来到中甲宽屏三馆王双主车的摄影棚，由着总经理陈建春来亲自接待。总经理表示，这是公司今年第一场的学生参访，因为摄影棚的设备多，会用予学生来体验。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有贵宾来布置这边参访。那就是活力十足的小朋友。那前2天地震有被吓到吗？没有。哦，好棒。我没有感觉。你在睡觉吗？我在睡觉。都在睡觉哦。睡死了。好乖哦，乖宝宝。地震的时候，其实上面这边东西都会晃。那所以我们摄影棚的设备非常的多。今天来就是要让各位来体验一下如何当主播，好啦。摄影机如何来操作啦，等等这一些那希望今天可以在我们这边玩得非常的愉快，然后同时在玩的这个当中呢，也有很大的一些收获。上午一行人总共32位，对国小2年级到6年级拢有，甚至嘛有高中生来参加。透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对有线电视节目加新闻的制作，到分配来参访摄影棚、副控室，甲着配音间。真侪学生对着器材设备拢相当的好奇，其中一位胜利国小的学生张成伟，虽然年纪小小，但家己嘛有录影片来做网红。来到摄影棚看到设备齐全，嘛真感谢工作人员，让伊有机会来体验。我觉得今天来到电视台，发现电视台里面的设备都很齐全，然后还可以来到这么专业的摄影棚里拍摄节目，所以我要非常感谢电视台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伫个参观介绍过后，接续嘛，让每一位学生亲自坐上主播台，因为华声文教本身嘛真重视学生的口语表达甲着训练。虽然每一位第一届坐上主播台拄开始有淡薄仔惊，但每一位的口语表达甲着台风拢相当的稳。大家好，我是张雨柔，目前就读胜利国小3年级。我们送走了2024甲辰龙年，马上要迎接2025乙巳蛇年。蛇在12生肖中排行第6，在龙之后，且由于龙与蛇身躯均属长形极为类似，因此蛇也有小龙之称。身为台南的孩子，今年上半年真的相当的特别，因为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于4月19日到4月24日，在我们历史悠久的府城举行。中甲宽屏三馆王双主车为了回馈社区，每年举办小小主播营的活动，因为得到不少的回响，现在嘛有不少的机构团体主动申请来参访。亲像华声文教机构，虽然几冬前有参访过，但过了几冬，这次老师嘛发觉，公司增添了不少的器材甲设备，为了提供各界人设媒体、亲近媒体，公司嘛欢迎有需要的民众，拢会用来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台南市安南区溪新里内的仁安公园，经过4个月月，甲无合格的游戏场改善完成，设置一座全新8点9米的自流廊。区公所为着要试游具设施的安全性，特别邀请幼儿园以及国小学生来参看卖的。200多名小朋友相当欢喜，排队等着上新的器材。这座塔有8点9米高，配置3组2点4米、3米以及6.3米高的自流廊，是安南区上高的游具，就位伫仁安公园内底。好玩，但是上面很摇。真好玩，但是就是有时候有点撞到有点痛而已。因为游具已经检验合格，我们想借由这些小朋友来试玩，来发现是否还有一些还要再改进的地方啦。经过152天，新游戏场改造完成，占地120平，铁资700多万，用里乌米拿杯设计意象，有八架海青球等游具，3岁到12岁的囡仔拢会当上。当时我就争取在这个公园能够装的这个特色公园，在这个地方，因为小朋友特别多。而且这边的公园使用率非常高。阮所有的公园拢在遮个敢争取，不管是设施还是步道。在议员黄丽椒的争取之下，予溪新里一个新地标。目前所有器材拢有合格检验报告，加上侪小朋友体验了后，无发现问题。只有部分行悬的无适合算自流廊，预计等公所整理了后，年后会开放。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旧历过年进前，新营区公益平台行善团、甲新营产业园区厂商协进会以及各界社会善心团体举办公益关怀落实活动，侪园区内的善心业者共同募集理财，送予新营区的落实家庭，希望予因伫岁末寒冬的时阵感受社会温暖。新营区公益平台行善团对着弱势家户照顾是有目共睹。行善团副团长、台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新营产业园区厂商协进会理事长魏千云，媒合工业区内各会员厂家，包含台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地宝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长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景毛毯股份有限公司等爱心厂家共同参与爱心年菜发送的善举，照顾在地弱势民众，让大家会当过一个暖心好年。真欢喜哦！今仔日吼会当互咱新营公所甲区长因遮吼会当联合起来吼，做一个公益的活动吼。阮新营产业园区真欢喜会当有这个机会阮伫咧遮工业区所有的业主嘛真欢喜讲会当好好做所有的公益，互咱新营咸水的地区拢会当过着真安乐、真经济真好的生活。除了园区内爱心厂家，真侪慈善团体也共同加入行善行列，包含台南市私立李三期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台南市新营慈心爱心会、社团法人台湾泰祖慈善会，也拢主动加入公益平台，为新营区的弱势边缘户贡献爱心。咱每一年的岁末送兰，拢声明着咱的新营产业园区，咱的魏董事长也是咱的迄种产业园区的理事长的响应。然后召集着咱所有产业园区，咱这成功的企业主，用迄种取之社会、回归社会的爱心，阮来做这个抛砖引玉，就是会当伫今年内底，在新的一年要到过年的时阵，声明着咱董事长的迄种爱心，含咱所有企业主的爱心，阮伫咧共同办的这个活动，当来互咱的所有咱的新营这边遮，佮兼这边遮，咱的弱势户，拢会当过着一个好的年，伫过年的这个过程中内底，会当来感受到咱社会温暖。区长汪正祥表示，岁末送暖公益活动不仅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希望借由公益平台整合公司部门的资源，和有限资源发挥到上大效益。也希望这款善举会当抛砖引玉，一档搁一档，和爱心不断扩散，形成更侪善效益，持续关怀甲团爱。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
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乌水沟传奇这部电影开发出侪侪相关产品以后，嘛要进一步以地成功品牌故事甲各行各业合作，影视公司就先甲赤坎澎湃商圈结合行销，希望带动地方创新。伊描写电成功由陆立门登陆，揭开台湾翰林文化电影《乌水沟传奇》，推出制作人刘佩玲、演者虎城300，透过电影作品的电成功角色、甲剧情、形象等等，开发出桌游、扑克牌等一系列生活娱乐的产品，相当丰富。并且伫台南旧城区的赤坎澎湃商圈的小厅召开招商说明会，得到热烈的回响。也很感佩佩玲愿意把这种影像文化跟商圈跟我们的店家做串联然后以前电影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大概都是靠票房。那这次它结合商圈的元素，也让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振兴。如何透过呢 ESG 的资源去对接到民间的企业，尤其特别是支持这个影视音文化内容业者呢，可以去促进到这个公共的社会利益的部分呢，也是就是振兴，包含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的发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运用这一块，希望说更多的企业它能够呢，在从事 ESG 的时候，同时帮助我们文化内容影视音业者。为了让各界知影如何透过影片的力量建立品牌相关的投资以及政府补助资源，会中包括商圈创业家、传媒戏院、电成功组别、导游协会等单位拢支持参与。徛伫电影的立场，就希望行销商圈带动电影创新。都透过这个成功的 IP 授权那结合不管是品牌的打造啊，还有这个整个的行销还有这个结合政府的资源，怎么做一个紧密的结合？我想也透过我们的佩玲的分享还有这个赤坎澎湃商圈今天这个讲座，期待说相信大家都会收获满满的。伫台南第一摆将影像文化、电影商圈甲产品形象结合的行动，使人相当的期待，嘛希望行动会当落实来振兴各行各业。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顽皮世界开启档的时间重新规划，打造全台上大的两栖爬虫馆，预计伫今年旧历春节正式开幕。希望伫蛇年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两栖爬虫动物的魅力。23号特别邀请北台南家扶中心的弱势家庭，成为第一组体验的贵宾。顽皮世界动物园为让家福基金会受助家庭有一个难忘的寒假，特别邀请家福的大小朋友来到园区参观。许多小朋友首次近距离接触这些小动物，都感到相当新奇有趣。他们也很期待，因为寒假刚开始也还没过年，那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家长今天也都特地带着孩子来，那尤其是因为在那边孩子比较多，对于这样的一个户外游玩的机会比较少，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要花钱。好，那这样的景点的一个怎么讲参观活动的话，我想对家庭或对小孩子的话都是很大的收获。然后，那我想今天顽皮世界也安排了很多的一个景点解说也招待我们的小朋友吃一些点心之类的。我想对他们的寒假生活而言，就是开了第一炮，就是高兴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来，顽皮世界3。园方耗费1年的时间，规划打造出这个全国最新最大的两栖爬虫馆，目前正在最后的赶工阶段。园方预计在农历春节期间正式投入营运。这次特别邀请北台南家福中心的受助家庭率先体验，小朋友看到变色龙吐舌，将蟋蟀吞进肚子里，难得一见的场景让小朋友们又惊又喜。今
这次我们抢在这个精神年之前，特地邀请了家福中心的小朋友前来哦。那因为我们想到说，他们平常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走一走，因此在过年之前人还比较少的时候，我们的两栖爬虫馆也即将要开幕，所以呢也邀请他们来走一走看一看。两栖爬虫馆里面一共有上百种的物种，同时呢我们有非常多是全台唯一的种类，像是我现在手上的这只变色龙，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猿是一种鳖，那还有呢今年最重要的就是蛇哦，蛇也是我们的主角，所以欢迎大家精神年的时候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大人忙着工作，比较少机会能够全家大小一起来到动物园游玩，更是难得能够与动物亲近接触。相信能带给参与的家长与小朋友非常不一样的体验，也让学生在放寒假的一开始就有机会接触到课本以外的世界，开阔视野。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历史建筑车牵东街历史宿舍，伫台中公园港口提前改约了后，市府文化局重新招标，变做宠物咖啡厅，内面有12只猫仔陪伴用餐。一只只不同品种的猫蹲在角落，环境散发着怀旧温暖的味道。这里是中西区赤坎东街日式宿舍，2016年列为台南市历史建筑，被高雄知名宠物咖啡厅相中，选择在此驻点，签约3年。周边临近我们国定古迹赤坎楼、市定古迹开基灵佑宫，所以呢，串联我们台南市中心的古迹文化景点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潜在点。日式建筑和猫咪的结合是非常合理不过的一个事情。那当你看到宫崎骏的电影，以及你可能到日本去观光，在很多的神庙啊、寺庙里面都会看到有猫咪的出没。猫咪对日本人来说有招财安家的寓意，是吉祥的宠物。猫奴来到这里最适合不过，不仅能品尝到精致料理，更能和12只猫感受历史建筑的独特魅力与疗愈氛围。坐在这里可以跟许多的猫咪，就他们会这样子穿梭来穿梭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它这样这个整个环境可以跟猫有很棒的互动。进来的走道跟猫的互动关系，还有这个日式建筑的搭配，可以看户外景，又可以看室内的猫在里面的活动，那种亲和力很棒，就觉得应该要带小孩来。业者特别规划3间包厢，其中1间是亲子包厢，还会依照猫的个性、年纪分配工作场域，也特别加盖长廊，放置猫跳台、猫抓板等玩具，保持猫咪愉快心情，也保护这栋古迹。记者收怀台南报道。2025华灯港灯节正式登场，以光的年轮为主题，4大展区呈现66件作品，展期到2月16日，要让游客感受光影盛宴。请启灯。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启灯，迈入第15年的月津港灯节，在水上音乐剧中开幕。艺术灯区、巷弄灯区、月津超新星灯区等4大展区，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飨宴。主题是光之年轮，那象征着我们在15年以来月津港灯节在盐水小镇里面，跟着盐水风炮一起，大家在艺术策展还有历史风华上面，我们总共有15年丰硕的一个成果。那我们不断的推陈出新，不但邀请了我们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最棒的精英，还邀请到韩国的这个艺术家一起前来共襄盛举。这届由台湾、韩国、日本艺术家共同创作，主灯是这件无尽光轮，黑川媒体操刀水幕投影光的年轮，作品相当有可看性。在征件的部分有怀旧膨胀、追光等具实验性、趣味性、科技性的作品。那个需要鼓励的作品很好玩，就是大家本来就是都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又有点害羞，然后只要有人一欢呼，然后大家就会一起。月津港灯节的作品越来越科技，我们希望把很多新媒体跟这个传统的小镇做一些互动，互相有一个传承的概念。水幕打出投影，再加上雷射跟声响，去做一个类剧场型的演出。跟着这个作品，除了视觉、听觉以外，还有一点点触觉的
表现。总体来说的话，他觉得月津港所持有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特性，然后在这边居民和艺术家们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是他很能共感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向往点。月津港灯节以盐水城镇为展场，从一开始的地方灯节跃升为国际性的城市品牌，成为一个光艺术以及城市交流的平台。今年展期有30天，欢迎大家来看最美的水岸艺术灯节。记者宋怀台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宋怀，咱再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一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专注好的内容，让生活不再迷惘。善用网络，转出精彩人生。
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